本港出現變種嘅抗藥性肺炎支原體，引發超級肺炎，兒童以及孕婦成為高危一族，可能會冇藥醫。據一份國際醫學期刊報導，首宗超級肺炎發生喺舊年底，個24歲嘅女患者入住瑪麗醫院，傳統用嘅抗生素醫唔好，佢右邊肺一度潰爛，幾乎要入深切治療部，及後要用另一種抗生素4環素留醫19日至好返。到今個夏天，本港兒童感染抗藥性肺炎支原體嘅個案喺瑪麗醫院平均每個星期有2至3宗。香港大學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何柏良話，舊年嗰宗個案係首次有健康正常人士感染抗藥性肺炎支原體之後出現嚴重病情。佢話相信抗藥性肺炎支原體已經喺社區擴散，港大正展開研究，目前只有4環素同另一種抗生素可以有效殺滅病菌，不過呢兩種抗生素都有副作用，可以引致中樞神經中毒同胎兒畸形，故此唔建議俾兒童及孕婦使用。何柏良話，如果兒童及孕婦患者嘅病情嚴重，連續發燒10幾日都唔退嘅話，就要逼住使用有副作用嘅抗生素。ONTV 東方電視記者吳樹聰報道。